台湾今日新增加一例武汉肺炎確診，係盤實今日實驗，現時全期有30例測未到，全台灣已經有428例確診。高雄市政府今日宣布休閒娛樂場所可用實名制登記，包含所有食堂高衝業、三溫暖業、舞堂舞場、酒家酒吧。全日客位所在會有專業管制，同意量體溫還有消毒，未要求報道外帶做樣咩。另外，針對4000人嘅醫護人員愛持檢嘅措施，高雄市有醫護人員反彈，聯署反對。市長韓國瑜回應尊重自由嘅意願，並無強制規定。今日係和平醫院封院17週年，副總統陳建仁講，後擺就係因為中央地方防疫做法冇強用，SARS 嘅疫情將會扯到安理會，也下希望中央地方強心防疫，真實因素唔好睇到。5月初係日本嘅黃金週，當到景點之間都關起來嘅。政府還同觀光有名嘅所在花田撈啲產品，避免人潮擠擁。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呼籲民眾新年連假都妥無卡度，唔好出去攞杯。全世界確診病例超過為273萬例，美國有88萬例。美國勞工部23宣布有2645萬人無體投入，也就係6個美國勞工當中就有1個人失業。